评，互你5秒钟的时间，你若讲一个笑话，互我笑，我就做你的女朋友。哎呦，啊，太真好笑啦！另外一个男朋友哦，还有另外一个反应愈好的。来，好评，你会要无要食阮妈做的物件吗？袂嘛袂，你知影是啥吗？就是我啊！就是安尼啦，用较小撮的方式来教各位水姑娘要安怎开查甫的。人水水讲话垃圾鬼。哎，啊，我想要甲你建议啦。啊，比如讲你叫主持人来甲你叫互动，啊，你爱甲伊有真正互动，啊，无你讲你叫起来，啊，就搁甲叫落去，伊敢若道具咧。准哥吼，伊讲安尼落落长，伊重点是讲你拄则你有咧表演有开好评嘛，你有甲开嘛，但是拢无开就输啦。哦，你嘛拜托诶，我唔免，我这世人什么拢歹去，剩这个嘴尔。别紧啊，你吃错，你该机会啦。我准备顺哥，今天我有别机会啦，好像我机会啦，我教你推荐，哎，顺哥你来教我买香油3、2、1。买香油，好，你买倒手边的香油，还是正手边的香油，还是我捧在手中的 I love you？ 哦，哎，老的你困去啊，你要穿贵的老啊，你想要点二啊老的？阿公你哪会拢无感觉？阿公你哪会拢无反应？我是无感觉，我已经臭伊人，什么拢无听到。